財運方面咧，屬羊嘅朋友原來今年咧有利投資學習嘅喎。雖然今年無形無沖啊，但係原來投資同埋學習咧，尤其投資嗰方面係指投放資金喎。你一日未賺到錢，原來都仲係使緊錢嘅。咁學習唔使講，要交學費啦。咁所以今年即使唔係特別有破財嘅跡象咧，原來都係以使錢為主㗎。咁所以屬羊嘅朋友，今年一定要留意，要量入為出，控制好自己嘅資金流啦。今年喺健康方面咧，就要多啲留意啦，要小心避免樂極生悲，做事咧就要適可而止。因為今年屬羊嘅朋友咧，容易做事咧過晒火位咁樣，投入一件事咧就做到唔識停嘅喎。例如做運動咁樣，唔識得休息嘅話咧，就容易勞損受傷啦。今年屬羊嘅朋友咧，仲要有一個唔識得處理自己情緒嘅問題喎，容易發脾氣，嗰個忍耐力咧比較差嘅，勞氣就傷肝啦。咁所以一定要識得休息，先至可以保持個身體健康嘅。今年嘅10月同埋出年嘅1月咧，就係容易受傷嘅日子，所以要小心刀傷車禍啊！